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今日的暗香方法。我哋今日有想到的，还有来自昨天的王志宽。志宽先生各有名嘅类嘅办法，但是我哋今日唔係先講辦法，我哋先講行動意識。志寬好。主持人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因那個意思係因為頭後面說是在新多年吼，嗰時候咧同我講法係去有一個故鄉嘅真勁吼，係有一個故鄉嘅迷思啦吼。嗰時候你他們都講行動意識係咪？其實本來我做辦法，但是我後來嘅時間，喺2016年，也就是去年咧，我同辦法同裝置行為結合起下，嗰時候我都攀了一場運動，攀作。真實都攀10種作，睇到對方人去過年的時節，過後能使起味覺。嗰種人意思講，而家如冇做辦法，嚟做菜係咪？要做辦法。唔講攀作啊，攀作唔係一搶嘢食飯咩？就人都講到重點嘅。係啊。糧食哈，食物有千多種，有真是對在食的，還有精神性的。係講嘅，要批嘅，嗰度種，嚇。啊，我也擺講嘅係精神性的，嚇，都講藝術用嚟去轉變本人嚟食，但是也係食為主體，應該係嚟講。可是你這個唔係真係做食香菜？唔係，但是我真係烹作，我烹作嘅形式都用辦法嚇，來烹作。用辦法來烹作。米等於改這個食嘅東西啊？我哋搭嘅一個棚嘅嗬，有청로杯，我哋睇陽春家去，都真是傳統棚嘅。咁個嘅我哋都攀10種作，也有桌面上嘅菜單、碗筷，買個全部都擺邊邊，10種。啊，然後呢，我哋睇到俾攀酒席嘅時節，有嗰啲舒服嘅。處理嘅師傅報道，係叫做報道處。嗰個呢，以為要睇到俾做嘅是那個廚師。嗰時候我哋對開始報道處理，到行入去也會作息地步，嗰個去看到嘅我哋所廚師去做菜，全部都有，但是也就全部都係用辦法嚟呈現呢。嗰時一做幾多錢啊？一做4000元。一做價錢唔會改過，但是價錢change過。嗱，意思講，嗰時候伊哋唔係真實嘅食物，伊呢唔係真實嘅食物。嗰係辦法。辦法地位，並講我哋開始啲香菜，伊係像是風格風肉。伊都去醃風格，伊像是風肉，伊都去醃風肉。按過誒，伊係像是像水果。按過還有餅。反正都人嚟啦，嗰度。錯，全部都菜色都喺作當行。伊上次買嘅，伊都仲把佢醃過後，拿嚟作嘅行，睇下你味強下嘅菜色。嗰個營養地位也有來自全身無窮樣，因為佢係工人起嘅。無窮樣嘅人士，也有無窮樣嘅家庭，也發生嗰度個奇妙嘅事情。嗰種其實唔同得講到一啲嗰種似嘅講。基本嘢也要，我哋講以前我哋講觀眾，觀眾，譬如講我哋講唔見面做一個辦法站啦，而呢係點人嚟看？但是佢睇下俾行動嘅意識地方，而啲我哋咧參觀嘅嘢都變成唔係點人嚟看嘅咧，嗬？唔係，行動意識都變成啦，民眾都係完成作品的其中一部分。阿邊。做好一過程當中嘅錄影也係作品，就安尼。都變成講，今日參觀嘅人，伊對師傅開始報道，看到有人哋煮飯，有人哋煮菜，然後入息、操作，最尾有一時物嘅，都即個去割，即個去醃，即個去醃，然後都等於完成了一啲我哋平常看到我哋去烹作食到咁嘅東西，流程完全共用，但是。變成我哋今日來參加嘅嗰種人客，我變成我哋作品嘅一部分。係，從我哋嘅想法，一開始我有我哋嘅想法咯。所以對以前我哋看到嗰種
个青苔嗰种版画嗰种展览，然后完全冇看用咧，侬会有安尼想法出来？我哋想可能係文化嘅背景吼。如果講其實喺40歲以前，我認為族群嘅觀念、族群嘅意識唔係幾清楚。但是40歲以後，對於我自己本身客家人嘅也會議題，都感覺講要清重要，要同我哋客家嘅文化讓我呈現出來。嗰時候可能也買一睇我嘅頭腦都會清舊嘅。如果講啊，看到我哋客家人娘親假期攀族嘅時節嘅情形，也都文化面咧來講。另外一方面，如果講啊，對我創作嘅時節，我感覺講，做版畫全世界人都在尋一條路啦，讓我同版畫變成一種嘅立體嘅東西走出來。如果唔好讓佢凹凸平孔，以技法來，表面嘅東西，錯，也都全世界人全部都尋嘅一個方法。但是就有一年咧，我都睇英文，民講一樣嘅。來呈現我哋客家文化嘅世界。其實攀族以外有另外一個鄉下嘅姊妹嘅作品，如果叫多進來食飯。多進來食飯同攀族鄉下爭啦，但是其實講好嚟是多進來食飯為優先，因為我會對用多進來食飯，如果一種作嘅蛋糕，我哋要一家人睇5-6人去食飯。他們為了人族鄉下食飯。裝批要先操作，嗰個男丁要先操作，歡迎家有的家庭冇好必上作，好，接下來就因為時代背景的關係啦，好，如事一件事情變成啊，如連接到與國家人的感情，我想更加唔當做同埋事啦。唔對哦，見唔到對對，睇下是便當。錯。就有時間這個是，有時間全部冇熟悉人講下是，有時間買嘢都是，過去當我哋還是嘅下嘅為作食飯嘅情形已經改少看咧。嗰時候攀族也嘅作品係對多進來食飯延伸出來，能有安嘅作品咧。嘅地輩作品內容都有，蠻個催生咧，番薯葉。炒番薯葉。就是吼。番薯葉炒新米吼，一把油米。還是豬油炒。豬油炸嘛可以炒番薯，人家有試過誒。觀眾朋友唔定有試過嘛？冇試過誒，吼，過去睇人哋嘅講法吼，過去炒一下。過去點一下。嗰個薑炒特色盤有試過嘛？我萬世冇試過。萬世冇試過，吼，安尼唔都還好啥？再來還有按到吹瓜糖。吹瓜糖，吹瓜，因為可能嗰個好重啦，係嗰個重，但出的是嗰度。按嗰個，唔特別有用過一種嘅米貼嘅地方，有一隻細下工嘅嘛。有，係有。枕頭有。係枕頭有。一隻麥呀，麥啊浸嘅呀。6-7隻，睇有多份咯。梗係豬油。你冇，特別土嘅粉哦，即係唔辣，薄脆唔辣。哦，都安尼。這種人對物質蠻好嘅時節，但是點到國家人嘅感情較好，好唔點有安尼感想。嗰時候我哋會有安尼感想來去做出來。嗰時候做出來是反而要作是做好過後睇過程能想到攀族，然後呢客家人也熱情特別嘅文化地位有安尼呈現，到嗰時候呢同版畫變成啊裝置。行為，然後木刻3個結合在一起。唔同聽你講嘅古來食飯，係一啲畫作係咪？係一啲作品。一啲作品。我睇一啲希諾奇嘅人作當中，個作品都像安尼。哦，嗰時候睇一啲希諾奇嘅人作嘅上面，唔把米嘅菜都睇割嚟睇下片。還有個味嘅阿爸炒嘅、阿公炒嘅、阿婆炒嘅、媽媽炒嘅、細人嘅炒嘅，全部看到個碗開嘅用嘅白用嘅鹹嘅，都啲嘅買嚟味嘅，炒一條嘅。萬人炒一條嘅最好嘅菜前面，叫做最人嘅主味啦。錯。而家沙飛嗬，大部分都係用2-3個人，
两公婆，有的供有的供量诶，人口就过少。其实他个人穷下太vor放安尼吃饭的机会一定过少。不会过少。其实安尼嘛代表讲，其实安尼更加撒费的人情吼，人情世故啊，一直加贪。因为像安泰的作诗啊，譬如讲11年，吼12年，万一先操作。阿公先操作，系啊。可是你都对操作的损失，个人情的嗰種人講尊吼卑，都馬上都出來。聽見你講按實物嘅，其實唔同你講嘅幾條東西吼，對其他人來講，其他人能識得幾好。唔單止講乜嘅強勢要抄偷師傅，人家都講偷師傅要抄別的東西嘅，無強勢要抄伊個其實係拿嚟做配料嘅東西。但是以前嘅聽人偷師傅話最有印象咯，人辦些無乜嘅，人講冷答，如偷師傅。識偷師傅，人家講偷師傅咪拿嚟炒某個東西哈，買嗰度炒的。咁創一條東西，睇700年以後，談講如拿去嘅美國，係美國睇哪一站？美國嘅天元行天花廊，係啊如佢睇哪啊？佢睇美國嘅紐約州的法拉盛。法拉盛。對，基本台灣人嗰度。嗰度。因為看到有作品真感動。因為離開家庭、離開國家去到美國打拼，啊，看到人哋故鄉美食嘅，嗰時候幾乎開幕嘅時候，他個那個裝備啊，現金全部都有來。就說這款我哋同人交代伊啲東西都講，伊把판적安尼嘅東西帶去美國。得到幾感同嘅想法，加休息一下，安尼底下咱過來。跳脫的伊本身係平面的嗰種嘅意涵，以變到一種裝置，一個物件，然後再來是一個行為藝術。對客家嘅文化呈現面來講嘅內涵，有係本客家文化，本民眾參與直接呈現作品。歡迎過來暗陽風法。上一段志凡先生聽我哋介紹講，伊把판적帶為行通意識帶去美國，得到幾多嘅分享。志凡先生，美國人可能是嚇？事實上來參觀嘅嗬，大部分都係台灣人。台灣人係台灣過去嘅。台灣過去打拼嘅，伊能看到嘢嘅事實是個咁唔同，因為文化共同嘅文化，共同嘅。世界，尤其一隔一跳幾十年過後，伊能對有嘅點都有看到有作品，佢都故鄉嘅感想，個感動。所以華僑一度上飛啦，就推步沙期人是幾乎全部落來。嗰時伊定喺美國，其實喺度買嗰種小家庭。嘛唔可能講有安尼機會看到伊啲演奏，尤其根本看唔到演奏安尼東西，嘛冇看到講伊定以前上嘅嗰種菜，喺美國冇辦法看到。嗰時伊定看到安尼東西嘅時節，伊定即個我想到伊定萬歲嘅時節係咪？係啊，有啲伊定萬歲嘅時節，大家庭，一般都貨房，有年節，有乜個特別嘅日嘅時節，那麼鼓勵大家人團圓食飯。都安尼，過後伊能世界各國去走，當然也時間時代變嘅，乜都冇同樣嘅，嗰所以人看到要堅自家個感動。我冇機會講，在有啲年節嘅時候，拄到歸台灣，拄安尼同他人安尼例如啊、판적啦，嚇安尼冇安尼機會嘅。伊能就會有機會過來發現是冇同樣嘅啦，因為頭擺細個出去更加，伊啲老係會過來。也個拍嘅花都安尼，如果新人嘅出去老人家過來，就全部認識，全部都變。嗰時候看到安尼菜也冇啦，那我特別的感想。從入嚟去拍美國판적，因為講一條人，伊本伊哋個有印象，伊哋反應係樣嘅。
蛮记得嘛，譬如讲，你感觉讲，伊要拿过去北方来，拿去强方来，还是讲，伊的因为讲那东西最后留一条美国变为可以永远看得到。因为啊，呈现的形式是版画、装置同行为三个结合。后来因为丰后美术馆，哈，由于咧承办的收集看到，也只展览，因为公司才发展美国当代艺术的那个重镇第一个发掘，人家全世界都眼光全部看到这物件嘛。年日有展览，年日都有无穷样的人想要出头，要推也想法介绍一本全世界人地。我所讲，也唔係幾容易嘅事情啦。啊，因為有一件作品，啊個豐後美術館咧，伊哋承辦商看到以後，佢講哦，也真有人台灣嘅故鄉嘅美食，按過有種辦法帶出去伊哋無窮樣嘅呈現面。啊，伊人講，甲人哋咧豐後美術館前面攀架一座攀座，也都影響出來嘅情形。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種的感情，你感覺講，我喺講乜嘅，我喺講乜嘅，藝術家喺講乜嘅，其實最主要係也係喺藝人本身神發的神命地位有嘅東西。嗰時候唔同到乜嘅，咁民間人講的什麼？民間人要介紹，因為人的文化背景冇同樣，但是台灣人唔是介紹。因為係因去搞嘅生命母體的養分嘛，我說唔是介紹。咁終於到我哋嘛提講我哋嗰度華僑去台灣去過去嘅華僑嘛有天意台嘅，咁天意台一定看到廿年嘅對這個爸爸媽媽人來嘅國家來嘅一種文化，嚇，其實我認為已經唔係一種藝術，一種文化嗰種。表現，啊！伊哋即個有感覺到講，誒，像嗰啲東西，如果了解下爸爸媽媽過去嘅地方，也要看家庭。如果有到位家庭睇美國，因為會一片來同吸收到美國嘅文化，一片我同伊去教嘅母體嘅文化，向下來教育。有到位家庭係安尼，我所講有個展覽，因為帶到也子女來參加，好，因為係來自故鄉嘅一個藝術的呈現。但是有頭已經天意台嘅花，因為本美嘅花，完全西洋化啦，係親南腔下嘅啦，變成啊，如果介紹可能都咁蠻容易啦。但是辦法呢，用人講媒介，其實對西洋人來講。一定蠻可以過接受嘅東西，只是講我哋一擺嘅辦法咧講嘅東西，唔係一定講嘅西洋嘅故事，係講嘅我哋台灣嘅文化故事。佢從咱哋做安尼嘅行動，無如講我哋咧裝置藝術來講嘅話，你最近話有做乜嘅事情？後來因為有呀作品過後，我都在想吼，因為也看作品可以呈現那多本讀嘅人也過認同，也過感動嘅原因係因為我本來一直以來我都做木刻版畫，啊嗰種人作嘅就係版，頭擺做版畫，啲版都數放以來，因啊滿版都唔是因嘅，但是因為嗰種作嘅就係版，但是嗰種作嘅也係一個物件，也係一個裝置啊。我哋攀作嘅下嘅人事物全部東西，就係作品嘅一部分。後來我認為講，哇，用安嘅形式來表現客家文化，嗬，也係一個親有力嘅呈現。嗰時候在今年，我都聽到講拜天公。拜天公？拜天公。你土心橋係咪？土心橋絕對係拜天公。人情家是一天要點燈啊，都係安尼，安就對客家人安尼啦，嗬，有安尼情形。如果唔可以拜祖先，按過話拜土地公，啊，拜天公也要叫事，如果嘛係要對我自家本身係對客家出發，如果實在講好嚟，而家後生嘅人結婚咯，
有教堂都结婚嘞，哦，有教堂都结婚嘞，啊，也已经规模拜天公诶，差不多乡下，哦，乡下，又个传统诶。有的人都唔伫啊，去那拜天公哦。係唔伫那，因為有火風爐拆嘅嚟哦，是反覆嘅哦，哦，都安尼。嗰時候我哋清兩屯，我哋客家文化留下來嘅東西，同埋即個做到嘅人類嘅創作嘅結合方式，讓嗰當然了解講客家文化嘅精神。嗰也係用嘅一種歌聲，係屯土到幾種攀奏嘅歌聲共用下。拜天公哈分兩個部分嘛，第一個部分都講啊，我即個做作品的部分，但是第二個部分都拜天公的工作坊哈，如果也本位係多係個人嘅體驗哈，啊年中來一年七家堂客係嚟介紹哈，簡單介紹客家文化過後，我哋啲工作人員咯，都本年一啲辦我哋用珍珠辦。因為即係割乜嘅咯？割紙片，現場都有天公壇，加啲天公壇睇嘅。來自全省嘅朋友，不管唔係南五老幼、獨西、羅倫泰西，啊唔了解，我哋談到我哋工作人員介紹過後唔了解以後，加入作為咧紙片，有啲人割蘋果，嚇，有啲人割可樂，嚇，啊有啲人割。最起碼割書記嘅拜天公，按個誒，可能都青島割起碼個東西，你割出來都俾我睇嘅，啊都疊高嘅，儀式完全同拜天公同樣。如果民眾自家來做紙片，啊疊高嘅，唔能可以拿過去，啊都俾我睇嘅。你用按呢完全客家拜天公嘅形式，但是係用辦法來完成。嗰時都變成講，其實做辦法變成也歌上地步嘅一部分。但是其實也最重要嘅係，帶動一道我哋呢朋友行一團，其實平常已經差唔多冇人會做嘅拜天公安尼過生。冇錯。可是咁講到講，從我安尼嘅我能講行動意識，其實以前我能講辦法，看到都講我哋可能都畫一啲拜天公。好，畫一啲上面都畫一啲拜天公，係演出來，可能拿到然後都跪畫咁嘅地方。但是我哋真是對拜天公一件事情唔啲，係。但是你多都拜一件事情做上班，就變成還是會做一啲辦法，好，會過一啲辦法。但是對鴉片開始真正最重要嘅係唔用去拜天公，唔用去提飛到我哋客家人拜天公，提有乜嘅東西，提你行用嘅禮，行用嘅儀式，行用嘅步驟，專門拜天公疊高。從我哋嘅想法，其實我發現講，已經做出嘅辦法，本着傳遞文化嘅一種方法。因為等於如果我哋你可以直接去講行一團文化嘅一個理想，咁從我哋也應該係經驗嘅傳接做出來嘛，嚇。佢現場嘅人嘅感覺咁樣咯。哦，很創意，因為嗰份戲展覽地點本體都對客家文化引起嘛。啊，引起也係過年嘅時節，全省嘅人，幾多嚟過年，啊，過嚟都調工來也了嘅也真多。嗰所講，伊能透過發通，透過人哋藝術嘅行為來了解客家文化。嗰所嚟講，40歲以前，我唔好想到我係客家人。40歲以後，我哋想按樣同客家文化推廣出來。前面嗰多年，咪下人真是對辦法來講，伊跳脫了伊本身係平面的嗰種嘅意涵，伊變咗一種裝置，一個物件，然後再來是一個行為藝術。對客家嘅文化呈現面來講嘅內涵，伊又係本客家文化，本民眾參與直接呈現作品，就安尼。志寬先生，伊唔會把辦法做一啲唯一的東西，伊把伊個辦法同我哋嘅沙器同我哋嘅文化做結合。休息一下，等下我哋過來談過精彩嘅故事。可是葉庭娟老師，有理想有希望，我相信堅持落去，一定行得到。不管你嘅出身家庭點樣，不管你嘅環境點樣，我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可以看。不太看。
非常过来安平方法。你今日有想到係來自竹田的字款，字款做一啲辦法嘅藝術師，但是伊唔單止做辦法，伊咪做嗰度沙期嘅服務。字款嘅藝術嘅時間睇沙期太好，後來沙期太好辦帶到沙期過做嗰度服務地位，有最有印象係乜嘢？應該係講佢係講啲沙期嘅參與嘛，嗬。我佢係能得到羽毛球社區參與啦。喺沙太之前唔了解，原來我哋啲沙期我哋可以參加。冇想人家已經佢普遍嘅，當時係安尼。因為我睇沙期太好，我了解有安尼項目以後，有一啲同樣什麼朋友睇材料，都問到講，我哋呢鋪嘅創立詞，睇唯一供奉我哋呢韓文公為主持，好，就是在主持供奉韓文公韓愈的那個算是書院，但他也一般如果沒有啦，因為最主要嘅係以考試，學字來祈求可以金榜題名，那麼厲害呢為主，意思係安尼。嗰時候我哋想加呢花加上講，辦法地位也可以，本民眾即個因，也有一個藝術同我哋客家文化結合嘅一個可能性。嗰時候結合嘅，天然嘅時節，我記得當時也有我哋沙期太好嘅學生咧，也叫佢嚟做作品，也睇創意市場參加展覽啦嗬。嗰時候，韓愈之人家明年嚟舉辦，也千多人參加，甚至明年嚟係投降都鐵呢年我哋演辦法嘅，也嗰度係因為嗰個結構清好嗬，如果講要考試，也係講啊，以上嘅理想學校嚟要考到來還原的青島，因為一年一拜嘛，明年嘅辦法金榜葫蘆冇同樣，嗬，如果啊，也會發通都真是要對地方發起嘅，後來公部門能支持嘅。一啲地方性嘅發通，哎呀，真是明年發展到更加已經，喺地方除了所謂嘅考試嘅觀念以外，也提倡大家人可以多多讀書。嗰時候，按你談嚟講，變成講一擺去參加呢韓愈之嗬，安尼東西，你變成講，你對啲辦法嘅藝術家創作嘅人欣賞，慢慢地把一東西參加一發通以後，你發現講，一種東西。辦法，可以幫幾多人參加。第二都講，伊可以把我哋嘅客家文化，團隊也參加人，幫幾多人分享，係咪咁嘅意思啊？錯嘅意思，如果講辦法本身有複製性，已經有一啲辦個好嘅法，亦都可以應該度做，係。如按你文化嘅呈現面，實際講起來，實際因為幾多人。家家戶戶都可以印刷廠，因為你有電腦，你都用電腦去製版過後，你都直接 print 出來。但是睇個做起，有個做起嘅時間，我得到一種字，最困難，真困難。我得到一啲詩、文字，甚至佢嘅模讀書，如果唔識詩，又會困難。嗰時候我感覺講，透過呢發通，我本佢嘅了解到，除了所謂嘅。我哋呢客家文化以外，我相信也有幾多嘅人可以講下。如果了解到文字嘅重要、讀書嘅重要、字產生一啲字一定嘅重要，也相當嘅冇簡單嘅冇容易。也第二講，呢啲發通唔係能發通，參加起嚟要睇下師傅泡嘅走回嚟，唔係。睇下發通過程地方，佢就得到所謂。是把了解文化，但又是把教育嘅一種嘅成果。一種金榜符唔單止上面係畫到我哋韓文公嘅一啲像，嘛係幫我哋其實最重要嘅一啲六隊文化，演起嚟等於都帶過去嘅。唔想我哋參加呢啲活動，可能跳喺度鬧，彈喺度，跳喺度，過去嘛個記唔得嘅。但是重要嘅東西，等於都每年有辦嘅話，都等於每年攞來，好。以一種新的韓文公嘅金榜符，
代表人的经验，可能顺顺利利，生意咧会读书，吼，会平安。本身一开始係做乜嘅？侬一开始都學辦法嚇。呀呀，吼，講都發頭草，講嘅呀，就是木質包都跌到都對木質包跌到都腳大下嘅。係哦，讓我講咯，唔睇學醫師嘅過程裡邊，是喺嗰度苦嘅。真是喺嗰度苦。呀，當然可能我嘅情形個特別啦，嚇。如果啊，本身我出身嘅背景，好，點解主持人們都也看，我感覺也有需要分享出來啦。如果安尼，如果咁多我提示台寫乜嘢，佢苦。如果我冇得本人做乜嘢，前面嘛係全部寫乜嘢？寫嚟嘅。哦。當我提示嘅寫乜嘢？跟住嚟講係滿啊。但是他下波又上沒來。哦。安尼，如果切的聲音呢，有6個寫嚟嘅，伊咧寫乜嘢？應該係獨生女呢。啊，這是人家講法啦。哦，頭擺嘅時間工作提示台實在有苦。我說都本人做乜嘢？你下做人本人做養魚嘅啊，等於歸養殖養魚嘅歸普遍啦。哦，佢懂事嘅係安尼。但是我哋原生家庭同養魚嘅家庭歸苦。啊，我加上我嘅養父進入個鐵皮，哎呀冇得錄下，一整年班係18敗嘅屋嘅，純粹屋嘅，就話反正嗰種過程地帶嗰度嘅苦境，但是我過好花圖，啊萬世都先好花圖。佢說我也冇機會讀太好，也冇機會學專業嘅美術嘅教育，但是對我嚟講，你呢一生要完成嘅事情，你自己目標定出嚟過後。唔都這樣嘅目標嚟行，我相信有你哋一天行得多。嗰種從體驗嘅人，如果其實生活得幾辛苦，但是你要學佢哋佢學畫圖，其實我哋會想到講，其實畫圖嚟講，係啲人講人家講唔賺錢嘅事情。畫個都使咪？係，一天畫你呀，畫個都使咪？伊都講，咁無論去做事啊，嚇，是什麼去做事啊，無論去做武功啊，佢其實我會堅持講，唔一定要畫圖啊。其實嘅當時是因為我哋嗰後生都開始養家庭嘅，我嘅想法係，我做乜嘅唔可以一邊養家庭，一邊學家庭，一邊嚟畫圖。雖然我冇機會學教啊學習，但是我喺線上學啊。嗰時候我路行啊過慢，但是我要堅持。咁做乜嘅東西講，可以一方面養家庭，一方面又過嚟畫圖嘅。我做過嗰度事情吼，我送報紙，我也擺路邊檔，我又做過茶莊。佢下全部都係為了講學功夫，佢下學國音嘅學花香，都安尼。啊，都由於有國音嘅基礎，有花香嘅基礎，全部同線上學嘅。嗰時候後邊呢，我做木刻版畫，演員都安尼過來嘅。你幾時有學過國音呢？有，我要佢音譜。哦，要佢個音譜同你個音呢？係。你不會下呢？嗰時候我發現講，幾時節其實唔寫反思，寫一定講，都幾時節留下來嘅一啲技術係咪？係，因為多邊詩國音呢，我寫多邊詩，印的話是反印，拓是正拓。啊，嗰時候國音呢都會割多邊，印那會變成正詩。咁你時間差唔多1久呀？係，我學寫啊，學寫差唔多學個3年。佢下是還喺高中。因為冇學圖啊，姨媽我哋爸爸媽媽講音都講啊，什麼人吼唔是讀書，前面都講有錢的家係嚟咯。但是我講音唔係安尼，我因為我講到自立自強吼，自家本身我有呢個硬頸，我開放啲咯，人哋客家人講硬頸嘅精神。嗰時候我記下嘅半工半讀，我都利用暗鋪頭1節課，我都走去平台學花香同學國音嘅。佢其實安尼嘛，所以嘅歸太冒險啦，因為一般人容易嚟講讀書啊，佢要考上一啲公務人員啊，冇得講識過好條路啊。其實媽冇講更加，媽冇講以前係更加人，唔講來畫圖來養自家，咪喺啲櫃台冇嘢。啊，幾時就一啲細模嘢，你要咁講，咁啊喺邊啊要靠國語呢先開始畫圖做辦法。你要咁講，喺邊可以學自家。我因為如何人行出來嘅啦。你如何人行出？嗰時候我因為對國音嘅開始，然後做版畫過後，你看
来去福州教学，吼，啊去阮沙其他好也系嘛，啊无讲福州安过的路，甚至有的沙旗啦，啊因为落去教福州的，吼，如安尼，有理想有希望，我相信坚持落去，唔去行得多。不管人家出身家庭怎样的，不管人家环境样的，啊因为感觉，我会个活生生的例子啦，可以看，不太人看。土豆资款同人分享到一点做办法以前学习的过程。等下外国精彩的故事，啊，能休息一下再过来。可是，点解一定把对人做的事情感觉到会掉毛？伊迄个炼金术，如果你用对一堆沙堆地包，然后慢慢的提炼黄金出来，也是一种的修炼的过程。你咧从事艺术创作的工作人员，我相信一天也是按那心情去练他自己的人生。反向过来，暗样方法，土豆资款先生同人讲，伊哋对完世世界如果好画图，资款先生，你记得嘛？明日我画图没？啊，明日就会画图。佢也系咩？明日如果带伊的本呢？怎么画图的呀？我因为讲，素描速写系一个画图的最基本的功夫。如团练功夫而言，蹲马步系同样的意思。明日就要练。明日就要练。嗰所我有听伊讲，我因为人吼系一个最神奇的一种的动物。啊，最难画嘅东西。最难画嘅东西，嗰所我请好放人。啊，我大部分嘅书吼，都随时可以画。嗰时候土豆听我哋访问的时间，都已经完成了计划嘅，我哋讲嘅速写，系咪？错，可以啊吼。也如我哋后辈嘅新妹妹。会讲嘅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啊，也如嘅位摄影师。其实我土豆也看到人摄影师嘅也被速写地方，我只会学个讲，其实无画眼珠，无画屁股，好，其实唔画个如意的麦裤，好，都也被也被记，quite简单的一个线条，但是都把也当人的体也工作，好，也被身形全部表现出来。种平常按你练习，很以前都唔会吧，还是讲也10多年来。慢慢的去练习那些东西。也是慢慢的练出来的啦。啊，不过我相信，画图的人是对一天工作人员而做一件事，但是创作本身，伊迄个炼金术，如果你用对一堆沙堆地包，然后慢慢的提炼黄金出来。也是一种的修炼的过程。你咧从事艺术创作的工作人员，我相信一天也是按那心情去练他自己的人生，然后把他人生提炼出来之后，表达呈现本也世界人底的。其实我艺术吃饭的时间，我都发现到，有个办法quite特别的一个特色，係一路係舞拍。舞拍嘅办法最难的路也要线条，一天都会讲。可是我看到人家按的级别，都把东西画出来的时间，我都发现到讲，以前人嘅办法其实最统一呢，人家嘅线条，quite畫quite順quite感動人。可是唔是用講嘅，因為有幾多辦法，而可能用幾多色神，好去堆疊。但是你譬如講人家金棒斧，每一年都係。舞拍应该讲凤舞啦，因为系凤色的带，因舞色的奶。但是每一年按你做好了，每一摆都看到讲，嘅办法嘅割的嘅板，嘅线条quite顺，遇到quite优的地方嘛，割得quite正。像咱的做话按10多年的嘅金棒斧，你对未来咪有乜嘅想法？我都讲有乜嘅新的作品，睇也经验也很想要做乜事情。其实对
2015年开始，这下就是做准了是饭同烹作嘅下呗。我都喺思考一件事情，如讲啊，俺哋人爱食东西，嗰所以人多年以来，大部分的想法都以食一件事情来做所有创作的主轴。尤其一食，唔但是咱同食物有关系啦。如讲啊，唔看俺哋烹作，俺哋同烹天講，又係見風，又係食，好，再過來都後來在處理嘅作品都營養午餐。營養午餐係，如講規班嘅學生嘅睇食午餐嘅嗰種嘅辦法、裝置、行為，安尼。嗰是上面一個營養午餐咪？營養午餐。個菜色呢？菜色，我冇同樣，但是如果同樣一個菜色，同樣一個營養午餐，個性冇同樣嘅時間，食法都冇同樣啊。係，食法冇同樣。有的人會選食糖，有的人會選食飯，有的人會選食菜、條飯，個人的個性冇同樣。好，如果在下來嘅作品都係有想啊安尼做，但是也係冇離開。食物也會給你，也係冇離開物件、木刻版畫、裝置，都安尼。向下來參與嘅嗰種觀眾互動嘅一啲過程。錯，如係如人多人嘅想法都係安尼，唔會辦法唔能係辦法，如一天加上裝置行為向下。嗰個其實我對你認識唔開始，我都發現講睇做辦法嘅時間，唔知個冇本嘅辦法嘅快板咧，係出現到，好唔單止開始，你把一辦法帶沙去地步，後來你把一辦法一做無向嘅發展，好驚又變咗一啲新嘅行動嘅一種藝術品。其實我第一重點嘛，要做一啲刺繡工坊，專門做衫褲、做包包安尼係咪？其實係讓我想我做開安尼嘅東西。我最首先還記得我哋咧後面開始訪問我嘅時間，我哋要講，其實以前唔了解我哋母體嘅文化，其實以後呢，我想到講我哋對內來，對內去，就安尼。嗰時候我頭都講嘅意思都講啊，我用樣嘅方式來同我哋嘅文化呈現出來，加上我嘅生命嘅經驗，嗰時候我會一步安尼嚟發展。刺繡工坊因為衫褲，像我更加順豐做嘅一樣，因為喺我哋工作室做嘅嘛，我相信台灣係一個多元族群嘅文化嘅一個幾好嘅素材。但是呢，除咗少數嘅民族以外，唔對人外國，唔對人皮膚，唔對人五官看得出伊係乜嘅族群。但是通常我同那分唔出係好容易嚇人，甚至我哋所謂外來係咧用唔係清楚，但是唔透過衫褲嘅時間，因為衫褲係我哋人天衣層嘅皮膚，這個符號，亦都個面拍同人講也都嚇。所以刺繡工坊也真是真感動啦！如講啊，因為沙琪嘅媽媽，因為按多年以來，人人同我理念也向我來參與，如同客家文化，用衫褲嘅方式，用生活用品，所謂生活用品，如講台嘢啦、包包啦，又係衛生巾啦，又係乜嘅安尼，用得多嘅東西，來變成了一種產品，如所謂嘅文化創意產業，如講。本像我了解客家文化嘅人，啊冇如本唔了解客家文化嘅人，對視覺亦都可以看得到客家嘅文化係安尼呈現嘅，對優秀嘅認真嘅縫製嘅功夫，都可以看得到客家人嘅用心。我說，也所有要嘅一切，反正都全部都回歸到我自己母體，嚟根源來處來做表現。嗰時候，那我要按呢年代史的發展。其實唔可講歸到也母體，其實我相當係歸到最開始也嘅個初衷。就講，其實你希望用也嘅力量去把客家文化傳出去。嗰時候刺繡工坊嗰時間作為衫褲包包嗰度，佢睇下人嘅反應咯。我認為做一件事情係做一個
工作，按照客家认同啦。老实讲，经过按多年，包括我们做生意的时间，对客家文化，台上讲出来我客家人，台上真正认同的相当少。虽然也后来很多年，因为有客委会的成立，也有客家事务所、事务局，来替你咧保存客家文化，同呈现客家文化，也真是有过多的功劳。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真实客家人，伊有对自家的文化认同到哪里？好，如果我认为也轻重要，唔认为唔係客家人，但是唔睇認同嘅部分以後，唔作為一道表現同呈現。假如係一個唔係能講喊一個口號講客家人係親認同係親認同，也係一個方法啦。但是按樣嘅上路係唔拉啲啦。如果唔既然係客家人，唔既然係認同，咁麼唔攞嚟做相關嘅發展。除非講這個客家人以外，唔係要為客家做乜事情。錯。如果有行動冇啦，有行動呢種，除非講我係客家人咯，嚇，我講係一些客家嘢第一步，嚇，第三步，除非我講認同咧客家人以外，唔係要為也客家社群做乜事情。錯，啊，我有啲想法，我也親太感觸講，為客家做事有一種做法也輕重要，你同我哋客家嘅精神，嗰種朴拙嗰種精神，在哪股嚟如何嘅？唔係告訴我人家生活環境同人家工作環境冇適合唔來從事客家相關嘅工作，嘅人哋可以理解。但是喺我哋嘅身口意行嘅表現上面，各位親愛嘅好朋友，真是我認為我哋可以做一個優質嘅客家人。我認為我哋嘅客家祖先，我哋嘅智慧，我哋嘅嗰種個質樸嘅嗰種嘅生命力可以呈現出來。我哋也作為咧親有質感嘅客家人，也係為客家做事情。唔同都講話一點，我感覺到佢感同嘅意法，都講佢有質感嘅客家人。其實而家我哋我見咪講客家人，嗰種都講啊，睇到嘛有客家人啊，嚇，你台灣做嘛一定要保護客家文化，睇到一個橋嚇一個床。但是其實你像我哋綠隊一樣，綠隊係其實係一個歷史嘅名詞。綠隊絕對唔會睇睇到有出現嘅東西，因為也係一個史前一個歷史所保留出來的東西。你像今日台灣的客家人同樣，雖然講大陸嘛嗰度客家人，但是台灣的客家人喺一塊地方喺度改叫，然後又發展了自家的文化，然後發展自家的歷史、自家的一啲方法。今日我哋呢資款帶來的唔單止以自家讓我去學習藝術的過程，而係把以自家一生的努力，把客家文化傳出去。嗰時今日佢感謝資款來參加呢節目。我也佢感謝我哋咧主辦單位幫我有呢個機會。我頭頭講嘅意思，作為啲優質嘅客家人，你想識茶來識茶，同樣安嘅意思，我哋可以安嚟來識茶。啱樣方法，我哋下禮拜再見面。嗰時咪可以鼓風來識。看起來開朗大方嘅資款，喺早期學習藝術嘅路上，因為只人缺少，付出比一般的人更多努力，但是嘛因此培養出對藝術同客家比別人更堅定嘅熱情。希望資款可以繼續把安尼熱情變化出更多更精彩嘅行動藝術，把綠隊客家精神傳到全世界。